福介紹蟲啊！2026年第一次飛，我第一站係曼谷，然後啲喼啊、背囊係爆晒，因為我今次嘅地方四季都有齊，我帶晒四季嘅衫。行幾耐啊？嚟到我哋嘅 service apartment 啊，住到啦！好，其實我並唔需要一個咯，自己一個。